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網絡豆沙包，我係依晴。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張凳。喺香港有種凳係自帶結界嘅，明明全架車企滿晒人，大家攰到對腳都震埋，但偏偏有兩張紫色嘅凳，好似貼咗符咒咁，冇人敢坐。點解呢？因為嗰張唔係凳，嗰張係道德嘅神位。你坐落去就等於將自己放喺射燈下面，接受全車人嘅目光掃描。關愛座呢個詞原本聽落好溫馨，但唔知由幾時開始，佢變成咗公審座，甚至係情緒勒索座。最近喺 Threads 上面流傳一個令人好心酸嘅故仔，令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哋嘅社會係咪已經進步到連基本嘅體諒都容不下呢？古仔嘅主人翁係一個後生女，嗰日佢喺威爾斯親王醫院抽血、心電圖、見醫生，由朝早10點搞到下晝4點，普通人聽見都覺得攰啦。而對於一個正喺度接受化療 chemo 嘅癌症病人嚟講，直情係攞緊命。佢行出醫院，上咗架80K 巴士，當時巴士開得好快好搖，佢真係支持唔住，見到關愛座有個位，佢好有禮貌咁示意走廊位嘅伯伯俾佢入去坐，點知呢個係噩夢嘅開始。個伯伯一開口就係一口流利但尖酸嘅英文。You are not old enough to sit here。女仔解釋 Calm down first. I am a patient who having chemo and I am not feeling well now。點知個伯伯唔單止冇收手，仲用一種極度輕蔑嘅眼神重複嗰句 Chemo, you are not old enough。You are young girl。大家試諗下，當你身體最虛弱、最需要一點點善意嘅時候，換嚟嘅竟然係一個長輩不斷嘅語言欺凌。女仔當時眼淚喺眼眶入面轉，佢問咗一句令所有人都應該反思嘅說話：我做錯咗啲咩？關愛座唔係俾有需要嘅人坐嘅咩？其實短短呢幾句，我已經可以感受到嗰個女仔受嘅屈辱有幾大啦。post 出咗之後，留言區直情係一個社會縮影。有網民問：你攞咗殘證未？呢句說話聽落好心酸。個女仔回覆話：申請咗啦，但仲批緊未到手。呢刻發現白卡好重要。大家諗下呢件事有幾荒謬？我哋呢個文明城市竟然演變到一個啱啱喺地獄門口翻嚟嘅癌症病人，要攞出一張政府發出嘅白卡，先可以喺一個寫住關愛嘅座位上面免受言語騷擾。如果社會變成咁，呢張凳仲有咩溫情可言？留言入面，個女仔回覆網民時講咗一句話，我覺得好重。終於明點解啲人話係批鬥座。冇錯，呢個詞完美概括咗而家嘅現狀。關愛座原本嘅英文叫 Priority Seats 優先座，係一個資源分配嘅概念，但喺香港佢變成咗一個道德高地。有啲老人家覺得只要我夠老，我就擁有呢張凳嘅主權，甚至擁有辱罵他人嘅特權。而有啲網民就話，遇到呢啲老諷嘅人唔使客氣，甚至話要暈低俾佢睇。雖然呢啲係晦氣說話，但背後反映緊後生一代同長輩之間因為一張凳而積壓咗幾多怨氣同對立。有位網民講得好啱，關愛座不等於老人座，需求係睇唔見嘅。有啲人腳痛，有啲人長期病患，有啲人係啱啱捐完血，或者好似呢位女仔咁做緊化療。如果我哋只係靠肉眼去評判一個人有冇資格，咁我哋就係喺度鼓勵緊一種俾慘文化。你話你病，你病得夠唔夠我老？你話你痛，你有冇流血先？當我哋要將痛苦量化，要攞證件嚟證明自己嘅虛弱，呢張紫色嘅凳其實係喺度毒害緊我哋嘅同理心。點解個伯伯可以咁理直氣壯？因為佢跌入咗一個視覺正義嘅陷阱。喺好多人心目中，需求係必須視覺化嘅。如果你冇白頭髮，冇攞拐杖，冇打石膏，你喺佢哋眼中就係健康。呢種邏輯將複雜嘅生理需求簡化成一張年齡檢測表。事實上，
好多需要係睇唔見而癌症病人嘅痛苦唔一定會脫髮，克隆氏症患者可能隨時需要坐低，嚴重憂鬱症或者恐慌症發作嘅人，佢哋嘅求救聲係冇聲嘅。當我哋只係用年齡嚟劃分，誰有資格被關愛？我哋其實係喺度抹殺緊文明社會嘅多樣性。嗰位伯伯覺得自己係守護規則嘅英雄，但其實佢只係一個被偏見蒙蔽咗雙眼嘅道德執法者。我哋回顧下，關愛座引入香港初期係為咗推廣讓座文化，但結果呢，佢造成咗一種反效果。第一，責任轉嫁。以前見到有需要嘅人，大家會自發讓座，而家有咗關愛座，普通位嘅人會覺得已經有個特定區域俾你坐啦，我呢度唔關我事。第二，標籤化。坐關愛座嘅人好似被貼咗標籤，一係你係老弱殘兵，一係你係自私。第三，公審文化。手機嘅普及令每個人都變成記者，影相、上傳、公審，一條龍服務。我哋將讓座呢種美德夾硬變成咗一種義務同法律。當一樣嘢變成義務嘅時候，佢就冇咗愛，只剩紛爭。點解香港人搭車壓力咁大？因為我哋嘅生存空間太狹窄，每個人都好攰。個阿伯可能覺得佢一世人為社會貢獻，老咗應該享有呢張凳嘅絕對擁有權。而後生仔覺得我返工都係受緊苦，點解仲要俾你指住嚟鬧？當兩方都覺得自己係受害者嘅時候，一張凳就變成咗引爆點。但我哋忘記咗，真正嘅弱勢係嗰啲喺制度夾縫入面生存，外表光鮮但內裏崩潰嘅人。好多人睇完個 post 會問，當時車上其他乘客呢？面對語言暴力，旁觀者嘅沉默往往係最冷酷嘅推手。如果當時有人行出嚟講句，伯伯，人哋真係病咗，我讓個位俾你，你俾佢坐啦。或者伯伯，關愛座係俾有需要嘅人，唔係淨係留俾老人家嘅。一兩句溫暖嘅說話，可能就會拯救一個女仔對呢個城市嘅最後一點信心。網絡豆沙包今日講咁多，唔係想煽動代溝衝突，而係想大家明白，關愛係一種覺察，覺察到別人嘅不便，覺察到自己嘅幸運。嗰位化療嘅女仔，如果你咁啱睇到呢條片，我想話你知，你完全冇錯。你喺極度唔舒服嘅時候尋求幫助，係勇敢嘅表現。希望你嘅療程順利，早日康復。希望下一次你搭巴士遇到嘅係一個微笑咁問你一句使唔使幫手嘅伯伯。世界好大，唔好俾一張紫色嘅凳限制咗你對善意嘅想象。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對關愛座有咩睇法，或者你都遇過類似嘅經歷，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啦。記得 subscribe、like 同 share。我哋下次再拆解生活嘅甜酸苦辣。拜拜。